8点之前我要没回来，你就赶紧往没人那个跑。记住我说的话啊！8点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记住我说的话啊！快点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带着流氓，带着叔阿姨，赶紧收拾，赶紧走！你别往上出来！香香，别往上出来！你好好说，都已经要地震了！要地震了！啊，快回去！哎呀，我告诉一下，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听说的呀？你们别管我从哪儿听来的，我没法跟你们解释清楚。再不走来不及了，快去吧！哎，走啊！要不这里总要给个理由啊！没有理由，我从10天后回来的。你这小子第一餐中的杂事太多了吧？啊，哥们！别闹，第一次开什么玩笑？啊，拍！